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咱的敬拜准备要开始啊！这时阵，阮邀请你，会使将即礼拜你想要甲上帝讲的话，伫这个时间通过祈祷，有一个甲上帝做好的关系，一个时间会使甲伊讲话。咱来准备咱的心。做伙来读一个圣经节，因为囡仔对上帝说的较赢世间，也迄个所以捌较赢世间的，就是咱的神。咱做伙来向咱的上帝来祈祷，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从创造世间的大神，伫基督拣咱，互咱伫你的面前真做事，无通嫌。你照你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神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来属伫你，互你稳定的阳光得到娱乐。这个稳定。就是你伫所听的主收拾咱的，点伫你，咱对耶稣基督的血得到赎回，赦免罪过，照你稳定的富裕，你将这个稳定用同样的智慧甲见识收拾咱到满满，已经互咱知影你旨意的奥妙。照你的好意，就是你伫本身所大心定着的，要伫这个日期圆满的时，设法互万米，无论伫天里的、伫地里的，拢伫基督来合一。踮伫伊，咱也真做家业，就是大心手定着的，照迄个趁家己旨意。行万项有这的意思，要互你的阳光对阮大心望伫基督的人得到娱乐，踮伫主耶稣基督，咱即个对信伊有好胆佮海在来亲近上帝，求你照你阳光的富裕，对你的神用权能。因权能，互阮心内勇行，互耶稣对阮的心来徛起阮的心，互阮有真近的知己伫仁爱，才会甲拢总的信徒晓学迄个长、宽、悬、深，也知基督的疼，就是搬过伫人所未知的疼。互阮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愿伫教会，甲伫
基督耶稣，荣光归伊到万世，代代无煞。阿门。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阿乐。伊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里逐项受伫神的福气。这时阵，若是你有欢喜的心，你想要去你，我邀请你去你。若是你的脚无太方便，你要坐咧拢会使。这时阵，阮举起咱的心，做伙来敬拜咱的主上帝。爱在拍谱啊哦！准备开始哦！
上帝就伫遮，上帝就伫遮，咱拢学落去，好万民祝福归向伊。上帝就伫遮，咱拢学落去，我做只敬拜伊母亲。一定大开你的眼，要降落来。天定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定大开你的眼，要降落来。万国学落去，你是应要滚落。天定的海已经满，何乐耶稣基督圣洁有个应要归你，天的敬拜你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搁一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一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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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和乐加感谢，因这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掌管你每一天，耶稣你掌管。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管；对峙攻击的时阵，耶稣掌管。无看环境，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管，伊万事拢掌管。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管；对峙攻击的时阵，耶稣掌管。无看环境，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管，伊万事拢掌管。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和乐加感谢，因这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你每一天，耶稣伊掌管，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和乐加感谢，因这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一天，耶稣已掌管。这时阵，咱做伙来吟心诗。
福因主归家，好受了的日头棒，赐愿智慧，赐愿勇气，无予你甲人失望，无予你甲人失望。求愿看你乱用意志，痛悔罪恶本不义，由你就小给大温水，最温恒更高之时，赐愿智慧，赐愿勇气，永远敬拜好在你，永远敬拜好在你。慈悲恩典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予阮这个福分，伫主你的圣日，也是阮台湾人的元宵节。阮伫遮组织，阮伫遮团圆，伫遮敬拜。感谢你赏赐阮这个属囝儿的福分，这个福分是上帝你的恩典。主啊，阮珍惜主你的赏赐，所以伫清早，阮三甲组织伫遮学乐，伫遮敬拜，伫遮祈祷，也要通过你的话来得到学习甲造就。拜上帝，因为你看重遐个用心神、用诚实敬拜你的人，所以阮无论伫现场实体，也是伫线顶兄弟，阮拢共一个心，对主仰望，用较无的心恳求圣神甲阮同在。阮今日2场礼拜，搁下晡的造就会，拢用光归伫主，众人兄弟姊妹得到美好的栽培甲造就。感谢你，愿你的圣神伫阮中间开启阮每一人的心，互阮的心看见上帝你的恩典、你的启示，甲你活命的话。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一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国、万灵、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咱下面来做伙来启用，今仔日是启用文61篇，以有所第2篇。我来启，恁来念。恁遮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互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对立。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
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咱做伙阿头来祈祷。圣洁公义主爱全能的天父，阮学了你，因为你是堪得尊贵甲荣耀的。阮感谢你，无因为阮犯的过错来离开阮，也无因为阮的软弱来无看顾阮。虽然这个世界上有侪侪苦难甲挑战，但是阮相信伫主内有平安。阮的呼求，你就应允阮，互阮的心满有你的大能，带领阮艰苦患难中的挑战。靠迄个加添阮气力的，因着相信要来向前迈进。主耶稣，你是阮教会头，教会是你的身躯，阮做肢体要各尽其职，要来建立基督的身躯。求主将合一的灵放伫教会中。互兄弟姊妹会当因着主的疼，彼此包容，彼此来接纳。虽然无完全，求主透过逐方的服侍、甲学习，来指示教导阮，互阮会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一同来建立疼主、疼人的教会。亲爱的主上帝，阮邀请着阮所熟悉的你的仆人，当坤心牧师。今仔要透过基督的培灵的功课，搁一遍来调旺阮火热基督的心。求主流冷阮的心，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互阮会当透过陈牧师的喙来明白真理，行出真理。阮也要来高举基督的双手，勇敢出声，成做武器，互病痛的要得到医治，互软弱的要得到坚强。互富强教会兄弟姊妹，正做上帝有大有气力的基督大军。求你用保护，只是来洗净阮；求圣神，只是来更新阮。互阮透过基督，甲你连接，正做蒙恩的人。阮将下面的时间，两顿的敬拜、礼拜，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恳求主你圣神来运行伫这个会场当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耶稣着记伫我，你的圣果临到彼时。耶稣着记伫我，你的圣果临到彼时。下面咱来讲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希伯来书第10章第10节到21节。希伯来书第10章10节到21节，我来读。伫这个旨意对耶稣基督一摆献身躯，咱着真诚，搁见那祭司逐日徛地来服侍。到献这个3重的祭，就是永远袂会除去的罪。独独基督既然献一个祭到伫永远，就坐伫上帝的大屏。以后听候才会对得会做伊的骹踏椅，因为伊用一摆献祭，互这个真诚的人永远做完全。圣神甲咱做干净，因为伊已经有讲，主讲，这个日了后，我甲因所要立的约是这个，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刻伫因的头脑。后来就讲，因的罪恶、因的不法、
决断无搁纪念。这个既然赦免，就无搁为着罪献祭。所以兄弟啊，咱伫耶稣的会，既然得到好胆入圣所，对伊所甲咱开心甲活的路，按杖犁经过，即个杖犁就是伊的身体。佮既然有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以上，咱下面来请圣歌队来献诗，献诗煞咱要请陈牧师为咱来讲道。今仔日讲道的题目就是靠耶稣的保护，祈祷因信前行。咱用普卡声做伙来学老主，多谢圣歌队所吟的诗歌，甲今仔日的主题有真好的连结。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过了才正式
过正吼。今仔日是元宵节吼，毋知今仔日大家有加食几粒圆啊？无安尼吼？啊，总是咱过较侪节日，拢都爱过。重要是咱大家伫日常的生活啊，凡事有上帝看顾啊，咱新的一年啊拍拼，伫咱的家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啊，伫咱的服侍，做伙来啊，伫工作上做伙来勇敢壮胆向前来行。咱今日真欢喜，伫开春啊，这个主日啊，咱特别邀请咱坤生牧师来甲咱主领三场的聚会吼。啊，咱对陈牧师拢真熟啊，陈牧师是我的学长啊吼。啊，伊安尼对少年就甲即阵来经营，也是讲来推动即个加利利祈祷院、加利利宣教中心，做真侪宣教、属灵啊追求。啊，即个栽培的工课吼，会使讲是咱长老教会啊，伫即个属灵的做工作啊，圣信的工作真好啊，真好的代表吼。啊，所以咱就近啦吼，咱的满足长老嘛是加利利啊宣教中心的董事吼。啊，咱的即个带导团队呢，真侪年来啊，拢邀请陈牧师来甲咱做造就。啊，所以今仔日第一场甲第二场礼拜的内容无共款。啊，所以你若时间有好势吼，毋通。第二场就转去哦吼，会当留落来继续。啊，若搁较好是下晡咱搁有一个造就会吼，啊三场啊上帝通过啊牧师甲咱做美好的栽培。那安尼吼，咱有两位的同工吼牧者，就是叶彦成牧师甲张佩晶传道，因嘛做伙来。啊，小等下，咱伫即个聚会后壁面，咱有迄个个别的服侍。啊，咱若有意向的，会当报名吼，随来参加吼。啊，咱等周报会详细报告。啊，咱先来介绍两位同工啦吼。我们的叶彦成牧师甲张佩清传道，站起来欢迎一下来啊，欢迎当下座哈，好，请坐。啊，毋茫讲咱年初的造就，就是要促成咱教会伫祈祷方面吼，更较进深的学习，啊，甲上帝关系更较亲密吼。啊，安怎来学习呢？咱要请陈牧师来甲咱来说明，来甲咱勉励。咱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陈牧师来。夏牧师、赵牧师，咱各位中级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甲你隔壁讲，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今仔日来是得到咱中保带导团的邀请，来报告互咱的小会，得到小会的接纳。甲今仔日这个中保带导这个带导的训练，加做咱全教会的一个培灵造就的机会。伫今仔日这个第一场礼拜了后。10点半开始，阮两位的同工叶牧师甲张传道，因就喺伫教育馆迄边1楼伫遐开始，为着有需要的人来做个别的先知性的带导。所谓先知性的带导，就是伊为你祈祷，伊就会得到启示，伊会甲上帝对伊的启示甲你讲，照迄个启示来为你祈祷安尼。因两个恩赐拢非常的明显。所以感谢上帝，拢伫即个宣教中心内面，一个在读博士班，一个在读硕士班安尼吼，感谢主，所以咱会当伫遐来得到这方面的服侍，所以因为服侍到伫下晡，所以若准无来的人，临时对厝呢想要来，嘛拢会使安尼，即摆的聚会安排3场，第一场、第二场。咱过去的传统，咱是讲同款的题目，我就问慈保团长讲，是要讲同款，还是讲无同款？伊讲最好是无同款，你来爱无同款。所以呢，我就想讲3场拢要无同款。后来我就有想一个主题，关于祈祷，要讲这个有影响力的祷告，有影响力的祈祷啦，有影响力的祈祷。还是讲有果效的这个祈祷，有果效的祈祷，有影响力的祈祷安尼，
啊，这圣经的根据对倒位来？就是对雅各书第5章。雅各书第5章，伫雅各在教导祈祷的时，圣经第10讲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迄个病人。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迄个病人。要救迄个病人，圣经在讲迄个病人的时，这个病人会好起来啊！英语的圣经是讲 well， 就是讲会变好啦。咱若经过信心的祈祷了，什么款的问题拢会变好，会变好。破病的人会变好，丧凶的人会变富足、富有，少的人会变多，少的人会变大，软弱的会变刚强，会变，变是变好的安尼这个信心的祈祷，会当互人改变，会当互人改变。所以这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祷告，有影响力的祈祷。后来再搁讲一句话，讲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这个义人义人是毋是完全的人？义人是毋是拢未做毋对、未犯错的人？毋是啊，义人是称耶稣基督做主，和耶稣基督的保护所洁净的人。所以一摆这个有影响力的祷告，我就个分做3讲。第一讲，你讲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来祈祷，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来祈祷，因着这个耶稣基督保护，咱勇敢进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勇敢进前来做咱要做的事。第二讲就是等一个10:50第2堂。我要讲靠着上帝的话来祈祷，靠着上帝的话来祈祷，照上帝的话来向前行。上帝的话，互咱在祈祷的时有信心。咱抓条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信实的，所以咱就有信心。下晡则要讲靠圣神的引带，也是启示来祈祷。先知性的带导就是照圣神启示的来祈祷。所以咱需要这3方面的祈祷，互咱的祈祷成做一个有果效的祈祷，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祈祷。所以即马前言讲了，开始要来讲正题啊。这堂所要甲咱分享的信息，就是靠主的保护来祈祷，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互咱勇敢进前。大声的进前，当然是进前来到上帝的面前。而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节，讲甲非常的清楚，讲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通好胆来到伊的面前。和合本的圣经是讲贪婪贪婪。足贪婪的，要来上帝面前足贪婪的，毋是安尼惊皮喘。台语的圣经翻译搁较体切，讲足好胆的。我要到上帝面前，我足好胆的。足侪人会问我讲，牧师啊，祈祷什么款的祈祷，上帝较会垂听，较会得到。我讲好胆的人提去食。这咱俗语拢安尼讲嘛好胆的人提去食，好胆，这毋是牧师讲的呢，这圣经的话。你来到上帝面前，爱好胆、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咱他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上帝面前。当然，毋是靠着咱家己的义，我这个人真完全，所以我来到上帝面前真好胆。毋是啊，咱若看到浪子回头的故事，迄个浪子非累做毋着代志，非常的落魄，伊嘛是好胆，等来到阿爸的厝里，找阿爸，见阿爸的面。你看，阿爸伫遐远远看到，就走进前去甲伊斟，甲伊欢迎，佮甲伊迎接转去厝里。毋是这个浪子表现非常的好，
是因为阿爸的疼，爸爸对这个囝的思念，对这个囝的期待，就是伊若转来就好啊，转来就好啦，安尼。所以对这个就会当我咱学习，来到上帝的面前，咱所爱是什么？毋是靠咱家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毋是靠某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毋是靠我的背景来到上帝的面前，是靠着耶稣的血，你才会当坦然，才会当坦然，才会当无惊，才会当好担。所以属灵的大师穆安德烈，伊捌安尼讲，伊讲耶稣的宝血，互人官兵；圣神互人能力。基督徒伫得到能力的进前，爱先得到官兵。这是什么意思？咱信耶稣的人，约翰第1章12节就讲：信我的人，信伊的人，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信耶稣基督的名，接受耶稣基督做咱生命救主的人，伊有得到一个官兵，叫做囝儿的官兵。儿女的官兵，所以你来祈祷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先确认我是天父上帝的囝，天父上帝的查某囝。无论你叫天父上帝阿爸爸，还是你叫亲爱主耶稣、耶稣基督，还是你叫亲爱圣神、主圣神，拢不要紧。迄个名称你要哪称拢会使。都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伊是你的爸，你是伊的囝，伊的查某囝，这个官兵，你有这个官兵，你才会当来领受对天父所有要予你的。咱的阿爸爸，咱拢讲伊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是掌管宇宙全世界，蔡总统掌管台湾中华民国。伊的管辖权伫遮尔，咱的上帝管辖是全世界，所以你到美国去，你会当祈祷，伊嘛伫遐管理；你到英国去，伫遐祈祷，伊嘛伫遐管理。虽然你是台湾人，你到日本去，你嘛会当伫遐祈祷，伊嘛会当听，因为伊毋是干那台湾的王尔，哦，啊，你需要，你到伫日本去做生意，去伫遐。食头路做工课，移民去伫遐。你伫台湾，你是伊的囝；你到日本去嘛是伊的囝。你伫遐，你的需要，你往伊求，伊嘛是要互你，因为伊的这个企业，这个主啊，这个董事长毋是伫台湾的企业尔，逐所在拢会当，伊拢管理，叫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所以，咱的天父既然是这个，咱就会当得到伊对伊来得到赏赐。咱用一般的观念嘛会当理解。当人普通咱拢会甲咱的财产要政府，也是讲交互什么人，就是交互咱的囡仔、咱的囝。啊，以前重男轻女，敢若查甫有通分，女的拢无。即马法律已经男女平权，拢会当公家分，搁一分平济，嘿。啊，但是你都要确定啊，你是毋是儿女啊？你若毋是儿女，你袂当来分啊，因为敢若儿女才会使分，迄个产业财产就是安尼嘛。所以经过身份的确定，经过 DNA 验血，讲是你有爸爸诶。血 DNA 共款的，安尼你会当来分啊，对无？啊，你若无，你也无身份证，讲你的老爸姓王的，啊，你也无 DNA 验起来，讲含王党的共款，啊，你要安怎分，对无？所以血所带互咱的官兵大胜，能力会得到伫后壁。所以基督徒伫基督的中间，咱大声需要耶稣宝血的热坎，用国语讲，先有耶稣宝血的涂抹，再有圣灵能力的高抹。先有耶稣宝血的涂抹，才有圣灵能力的高抹。
土某要在先，高某在后。所以咱有领受耶稣的保护了后，咱就有迄个权柄。这个权柄你才会当好打，唔是因着你，是因着耶稣的血。你坦然，你好打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咱为家己祈祷，咱有的叫做义女的权柄；咱为了别人代祷，咱有的叫做祭司的权柄。所以基督徒的祈祷有两个权柄通使用。为你家己代祷，为你家己求，你是用义女的身份来求。但是当你为别人代祷的时，无论我是牧师、是长老，还是一般的信徒、区长、小组长，拢无要紧。当你为别人代祷的时，你唔是用囝的身份甲爸爸讨，你是用祭司的身份，使用祭司的权柄。所以有时我伫替人祈祷的时，特别要赶鬼啊，我就会宣告：即时我奉耶稣的名，我使用上帝所赏赐予我祭司的权柄，我要开始为着你祈祷。迄个权柄的宣告，是你家己知，是上帝拣选我是伊的奴仆。过去的祭司，就是拢伫替以色列的百姓来代替因献祭，无论是认罪也好，替因祈求上帝的赐福。今仔日咱嘛是相款，咱今仔日为人代祷的时阵，你虽然无亲像较早讲得爱献牛、献羊、献钱啊、献什么物件，但耶稣为咱献了啊，咱就靠伊的保护，你就会当使用祭司的权柄。上帝会听你的祈祷是为什么？因为你是伊拣的啊，伊拣你来替人祈祷，伊拣祭司来圣殿服侍，所以囝是上帝生，奴仆是上帝拣，拢主权伫伊。你生我，我需要，当然你爱互我；你拣我，我需要，当然你爱互我。头家选工人来做伊的奴仆，做伊的员工。伊今仔有需要，当然头家爱互伊啊。头家无互伊，伊是要安怎做代志，对毋对？同款的原理啊。所以受上帝生的，叫做伊的儿女。你爱使用这个权柄，这个耶稣基督的回来。第二就是你替人代祷的时，你有一个，你是上帝拣的，唔是你家己要来替人祈祷哦。你的身份唔是长老，唔是牧师，这是世间的身份、教会的身份。代祷的时是祭司，你是使用祭司的权柄替人祈祷。所以上帝要听你祈祷，唔是因为你是牧师，因为你是长老，因为你是区长，你是小组长，是因为你是祭司。你清楚了这个权柄，你去使用这个权柄的时，你的祈祷就会好大，你的祈祷就会坦然无惧，因为你有权柄。亲像警察徛伫10字路口要指挥交通，伊输3千的，警棍举来，指挥棒举来，伊就会当比的，就来听，对不对？因为伊有权柄，所以大家拢爱听。咱有祈祷的权柄，上帝会听咱的祈祷。所以咱的祈祷要安怎？诚做有影响力的祈祷，诚做有果效的祈祷，诚做上帝赐福的祈祷。领受保护来的权柄是非常的重要。主的保护有能力，第一，伊的保护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保护互咱甲上帝和好。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拆毁咱甲伊中间的墙。所以《以弗所书》第2章13节到16节，咱今仔日启应文所有启应的这个经文，拢在讲这个代志啊，就是咱照着耶稣的话，咱甲上帝和好，毋是干咱甲上帝和好呢，
甲即个咱甲上帝原来因为罪所架开的墙和好，咱嘛甲人和好。咱会知影过去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当作是无清气的，甚至当作是狗。因拢感觉上帝是因的，莫怪希多勒要杀即个犹太人的时讲，因伤骄傲啦，因拢讲因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感觉别人拢较歹安尼，所以要甲因毁灭。当然是毋对，但是犹太人看安尼，所以你外邦人无清气。彼得当上帝的灵感动伊，叫伊去往外邦宣教的时，上帝互伊看见的异象，嘛是用遐无清气的米对顶面垂落来。伫迄个异象中，上帝讲摕来食，伊讲迄才会使食，迄个无清气就袂使食。上帝是咧甲伊讲啊，你莫看别人无清气，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拢已经清气啊，所以。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因着耶稣的血，因才会当和好，啊嘛会当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做伙来叫一个阿爸爸。兄弟姊妹，拄则咱读的启恩文，伊有所讲什么？咱因着耶稣的血，成做一家人。所以即马为教会牧师伫台顶。我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讲亲爱的家人，大家平安。因为有改另外一个名词呢，叫家人。亲爱的家人，无论你来到这，你是对韩国来、对美国来、加拿大来，无论是对菲律宾来、对印尼来、对泰国越南来、对中国来，我们都是家人。原来不是，原来咱毋是一家人，因着耶稣的血，咱总要变一家人，所以才叫兄弟姊妹嘛。所以咱和好是因着耶稣的血。啊，你要去甲人祈祷的时，嘛是耶稣的血，你替伊祈祷。所以基督徒伫神的内面，咱无对敌，咱唯一的对敌就是撒旦魔鬼尔。咱拢是一家人，都是神家里的人，阿门。所以耶稣的保护，互咱甲上帝和好，嘛互咱甲人和好。因着安尼，咱才有法度来祈祷。所以这个 Taylor 伊伫更丰盛这本册就讲，咱来到上帝面前祈祷，第一就是关系的原则。第二就是顺序的原则，这个顺序的原则，下晡还是会继续讲，关系的原则。所以为什么咱在主祷文的时讲，阮伫天灵的爸，就是你先伫遮确定你甲上帝的关系，我甲伊是爸囝的关系，父子父女的关系，这个关系先确立。这个关系会确立，有一句话，主祷文接来讲，愿你的名声，大家拢在学了上帝，大家拢在称赞上帝。如学了的时，上帝的名就得到荣耀，因为伊得到尊重。所以祈祷的开始，当你知影你的关系时，你是对学了上帝、感谢上帝开始祈祷。祈祷的结束嘛是用感谢甲学了做结束。为什么？你要甲一个人讨物件，甲一个人讨什么？同好就是拄着的是先甲伊学了。你要甲市长争取一个啥？系讲好啊，市长啊，你有够牛的，你有够好的。你有够听阮台南的市民，这个城市因为你阮大有福气，好学了一个，等一个要爱上，好给他。毋是讲咱的上帝食饱啦，圣经的原则就是叫咱爱学了啊。你毋是来到上帝面前，就干那开喙就伫咧求，伫咧求，拢袂学了，袂感谢，这基本上都是安尼。
所以用娱乐、用感谢开始来建立咱甲上帝的关系，开始咱的祈祷。因为伊会保护今仔日，互咱做伊的囝甲查某囝。啊，伊的保护毋是2000年前迄阵老呢，伊的保护是一碟拢是活的，毋是打去的。像圣神安尼共款，活水江河直流，活水江河直清，对你的腹内直直清出来，是活的。因着你的神这个保护，怎啊变活的？所以你逐时来到上帝面前祈祷的时，你的信心是活的。你昨暝检查有犯罪哦，讲毋对话哦，目睭乌白看哦，头壳乌白想哦，对无？手乌白摸，乌白体哦，路乌白行哦。但是你今仔来，你要祈祷的是，你会惊。所以第二呢，保护就是会除去咱的罪的控告，甲上帝的生气。瑞典的牧师奥克曼，伊伫《得胜生命的基石》这本册，伊讲因信称义的立足点，使人的罪恶感失去了立足点。因信称义是对倒位来？是对耶稣基督的保护来？咱因着信耶稣基督十字架顶为着咱的罪死牺牲舍命，所以今仔日咱的罪。上帝无甲咱纪念，拄则咱咧唱的诗歌也好，启文也好，拢是咧甲咱讲安尼。上帝伊无搁甲你纪念啊，无纪念，所以血，互咱的罪得到赦免，互咱的身躯得到清气，罪来洁净咱。所以当你逐摆来祈祷的时，你咧想啥？你咧看啥？你是咧看你过去犯的罪？你是咧想你过去犯的罪吗？还是你咧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留的保护？你是咧想耶稣十字架所留的保护？杨基牧师捌安尼讲，有一个妈妈来甲伊讲，牧师啊，我祈祷拢无效。我这个祖囝吼，我为伊祈祷真久啊，放荡就是放荡，安怎都拢袂转来，也袂悔改。啊，祈祷无效呢，牧师啊是安怎？伊甲问讲，啊，你安怎祈祷？啊，我逐摆来甲上帝祈祷，讲主耶稣啊，我这个祖囝吼有够毁类的，我这个祖囝吼歹行为，讲也讲袂听，吼啊，囡仔甲讲，愈讲我就愈生气。啊！著想着伊吼，我就讲，我哪会生即款的祖囝？我哪会饲即款的囡仔？啊！我逐摆拢甲上帝安尼讲，讲上帝啊，即款囡仔你毋得甲救。伊讲，啊！你都祈祷毋对位啊！你逐摆咧祈祷的时，拢看讲你的囡仔是歹囝，你的囡仔是匪类，你的囡仔是对落的一个查某囝，拢毋听话，你常常甲上帝提醒啊！你提醒啊，哪像上帝袂记一你啊？逐摆拢甲提醒。你是逐摆祈祷的时，拢看你的查某囝会歹，看你的查某囝毋对。牧师甲你教，对今仔开始转去了后，先看十字架。你的查某囝美伫十字架后面，耶稣十字架顶的保护已经甲伊洗清啊。是你今仔日你做妈妈的人，逐日都咧甲定罪。紧祈祷就紧定罪，紧祈祷就咧想，拢伊的毋对，安尼姊妹，你若为家己祈祷，你安尼会好担吗？你想遮个罪，甲你控告，你愈想，你就愈惊吓；你愈想，愈就愈讲，我甲即款的人祈祷敢有效？上帝敢会听？啊，你咧为人祈祷的时，你若用一碟敢若看到魔鬼的工作，看到即个人会歹。你家祈祷敢祈祷会落？所以要先照着耶稣十字架的保护，甲人的罪、甲人的问题、病痛、艰苦、欠缺、患难，一切才会得罪上帝、得罪人的代志，拢藏伫十字架的背后啊！
安尼来祈祷，若无罪的一直甲你控告，甲你控告，这是魔鬼的工作。照着罪甲咱控告，你就愈祈祷愈无权柄，愈祈祷愈无信心，愈祈祷愈怀疑上帝敢会听。所以你是来甲上帝祈祷是一个交代呢，嘴黏黏的，没有信心，没有能力，因为你没有权柄。权柄是从宝血来的，对耶稣的保护咱才有权柄的。所以耶稣的保护已经是不记得为咱留，为咱的囡仔留，为咱的丈夫留，为咱的太太留，为咱的任何犯罪的人留。当你咧祈祷的时，你是看到耶稣的血为伊流了，这个血已经拢甲伊洗清了。你逐摆祈祷耶稣的血拢搁流，我还是因为你的信心，有功效。逐摆你毋是看到你的罪，看到别人的罪，看到家己的毋对，看到别人的毋对，是看到上帝照着耶稣十字架保护洗清去啊！即马伊是穿白衫的，伊的衫是白的，毋是污的，毋是污的，毋是垃圾的。你也是清气的，是耶稣会互你清气，毋是你本身清气。咱本身是污的垃圾的。所以圣经讲，照着耶稣的血洗清洁我们的身体，毋是洗你的心灵呢，嘛洗咱的身躯，对五官所有骹手所犯的罪，包括咱的心，就是会除掉这。所以奥克曼才讲，因信称义的立足点，当你有这个耶稣的保护，真做你的信心的瓦靠的时，罪恶感就没有立足点，罪就没有立足点，撒旦魔鬼就没有立足点。所以咱来到上帝面前，咱只有一个祈祷就好，就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主耶稣求你怜悯我这个囡仔，求你怜悯我的丈夫，求你怜悯我的太太，求你怜悯我的爸母，求你怜悯这个乱族的人。咱求上帝怜悯，这样就够了，神就赦免你了，神会赦免他了，你就不能再定自己的罪，也不能再定别人的罪。为什么？上帝都听你的祈祷，上帝已经怜悯你啊！你现在是义人啊，因信称义啦，这就是基督教的真理嘛。有的人讲牧师啊，恁这信耶稣的吼，安尼做翻译呢？安尼信就得救，信上帝就垂听，我哪有翻译？是阮的耶稣的名为阮赎回呢，死以家己来救我呢，哪有赎足贵的呢？耶稣的名呢，用名甲赎回呢，哪有贵？哪有赎？人若送你礼物，这免费的，他我就免费，别人付钱啦，那免费。礼物是别人付钱啊，他有啥物免费的？毋是你付钱啊，他有赎，对无？伊送互你的礼物，对你来讲免费，对别人来讲是伊付代价。所以耶稣为咱付伊的生命的代价，今仔救咱，他付了就好，你就感恩就好了。对不对？人送礼物给你啊，多谢，好，感谢你，送我这宝贵的礼物，我爸爸多谢你，送我一间厝，一间厝，也无纳钱，他有得到一间厝，就爸爸送我，是爸爸付代价呢，爸爸付钱呢，对无？钱毋是对你的囡仔抱靠呢，是对爸爸的口罩呢，哪有免费？别人付代价。所以有人无了解，就讲哇，信耶稣，恁迄台遐翻译，哪有翻译足贵的咧？阿门。是耶稣为咱付代价，咱今仔亲神啦，我信耶稣，因信就得着了。阿门。这里叫做恩典嘛。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安尼讲嘛，咱的得救是因为恩典嘛，是因着神的恩典。
所以伫保会内面就得到洗清。第三，保会互咱的信心拄起这个惊吓，因为罪无甲咱控告的时，伫你来祈祷的时，耶稣的保会在甲你讲什么？讲耶稣爱我。你去就近一个请你的人，你会惊袂？你袂惊，对不对？你就近一个请你的人，你绝对袂惊。咱的惊就是讲，我即马等来找爸爸，找老师，伊毋知会举藤条要甲我讲袂，毋知会打屁股袂，等下毋知会阁甲我刑罚啥袂。所以为什么有希伯来书的作者，伫希伯来书第4章15节、16节讲，咱的大祭司并毋是袂当体贴咱的软弱，咱是有坦然无惊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着要得到怜悯、得到恩惠，做咱随时的帮助。耶稣，伊毋是袂当体贴你的软弱，毋是你无软弱啦，毋是你无做毋对啦，但是耶稣会当体贴你，因为软弱的时做毋对啊，因为软弱的时大细声，因为软弱的时发脾气，无你平常都好势好势啊，嘛安尼和蔼可亲的呢，好啊，若生气起来吼，圣地若举起来吼，好，无亲像人呢。对毋对？安尼，就软弱。所以当一个人在犯错的时，你了解，那是因为他软弱的时候所做的。是因为我软弱的时去做迄样代志做毋对啦，是因为我软弱的时去做毋对，所以对不起太太，对不起我的先生，对不起我的囡仔，我的爸爸妈妈，是软弱的时做的。耶稣伊会体贴咱的软弱，所以讲你就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所以你逐摆来祈祷的时，你毋是来到审判台前，你毋是来到审判台前，你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毋通逐摆来到遮，甲上帝当作法官，今仔日要过来审问啊，问东问西，毋是啦，叫做施恩宝座啦。你伊伫遮准备要恩待你，施恩要将足济的好要互你，所以你就来找啊。这是施恩宝座啊！头前规个工台拢礼面的，拢要互你的呢，你就来就好了。因为咱的上帝会体贴你的软弱啊，所以兄弟姊妹。祈祷，互咱因着上帝的听，你就袂惊吓。上帝会体贴我的软弱，所以我毋免惊吓。安尼毋是讲咱毋免做好呢，我会当黑白做歹，毋是，是因为你伫软弱的时所做的毋对。拄则我讲，你个上帝啊，求你怜悯我，这样够了。我们阿爸他是满有慈爱的神，也体贴。体谅你的软弱，这就是福音。咱毋是律法主义的人，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个恩典带予咱，因着伊的宝血的缘故，所以你坦然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你知影，咱这个阿爸已经会体谅我，我昨暝做毋对，我顶礼拜做毋对。他都知道，他会体谅你、体恤你、怜悯你，所以因着上帝怜悯、体谅、体贴，所以咱就会当好担，因为这是施恩的宝座。搁一项，这个上帝的听，你哪会相信？今仔日这施恩的宝座，这不是审判台，需要圣神帮助你，圣神充满你，圣神在你的心中
做工的时阵，你就会超越你的想法，超越你目睭所看的、心所想的，超越你的感觉，超越你的想法，非人甲心情完全得到改变，是因为圣神伫你的心中。所以，罗马书第5章第5节就讲。逐摆当圣神灌压伫咱的心中的时，就是甲上帝请充满咱。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请爱有圣神充满？有人讲啊，牧师你若讲圣神充满，你个灵恩派的牧师，什么灵恩派的牧师？那是耶稣派，这是保罗派，唔是什么灵恩派。因为只有圣神会甲这个请。互你去体会到，伫灵的内面成做你的信心。无有时啊，牧师讲道了，听足有理的，等去到厝嘛是，我这吼无效啊，我这祈祷无啥路用，我这个病袂好啊啦，啊，我这个问题袂解决啦，多只听就有信心，等去到厝个啊无效啊啦，无法度啊啦，为什么安尼？为什么这个信心袂当继续？只有圣神才会帮助你，圣神会当扶持你，互你这个信心会当继续，唔是干那伫礼拜堂，会当转去到你的厝，会当转去到你上班的职场，转到你的社区的所在。所以，基督徒信耶稣，问题嘛足多啊，困难嘛会足多啊，病痛嘛有啊，但是咱唔免惊，为什么？拄则我毋是讲雅各已经宣告足清楚吗？信心有神的祈祷，台语是讲有神的祈祷。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有神的祈祷，迄个病人啊，咱有问题就是病人嘛，是无毋是肉体的病尔，无共款病嘛，毛病嘛，吼，迄个病好起来，会转变，会愈好，会变 well。WELL 会变好诶，拢会变好诶。哎，啊！你隔壁讲，你一定会愈来愈好诶。基督徒袂使讲饱死诶啊，啊惨啊啦，啊害啊啦。信诶人都会变好诶，他有这个死啊害啊。那死了个活啊死，对唔对？哎，那么变呢，变好呢？但是你是不是信的人？你是信的人吗？啊？你有信心吗？你是因耶稣的话称做义的义人吗？还是用世间的标准，还是用道德律法在讲的义人？因信称义，唔是用律法。因信称义是因耶稣的话。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唔通信耶稣信得侪久啊，啊年资侪深哦，总啊这足简单的信仰的道理，总啊袂记住，该想甲总啊复杂去。基督就是这样简单，靠着耶稣的话，我上帝惊，查某囝；靠着耶稣的话，我做祭司，上帝今仔竞选号召我替人祈祷，啊，我就勇敢好胆，先感谢俄罗上帝，求主甲咱怜悯，咱就甲祈祷。等一下，下一点我要讲，就是宣告就好。用上帝的话宣告，耶稣的基督拢嘛宣告呢。你的神救了你啦，平平安安回去，抱啊摕起来，通啊回去啦。拢用讲的啊，就做安尼。哎，迄权柄从哪里来？因为伊是阿爸爸的囝，是因为阿爸爸竞选伊，用圣神膏抹伊，所以伊世界传福音互颂扬啦。互青眉得到看见，互摆骹的得到行路，互关家的人得到透房。
是压制得到自由。兄弟姊妹，基督徒是软得好的啦，是软得有福气的一个人，对无？唔通信耶稣信甲甲要可怜死啊！迄是咧信啥信甲都倒位去啊，我都看拢无，对毋对？上帝真正伫咱的身上做工，我即摆拢半年去回诊一摆，我顶摆夫妇肿瘤手术，到即摆已经第9年啊！我主治医师逐摆啦，拄着牧师9年了呢，讲啊讲，我照顾你吼，感觉做有成就感的。讲你即款的都毋捌人活遐久的。伊较歹势讲啊，你还袂死哦，对毋对？9年啊，呢，逐摆等于我给医师照顾，我也觉得很荣幸。伊真的做有成就感，我感觉很荣幸。顶礼拜三才过去回诊，看报告、验血，超音波、大项检检的。牧师都是黑字呢，我尼讲，拢 OK 啦，赞啦，半年过来一摆就好啊。兄弟姊妹，我嘛想无，一般人拢讲免这活3年足久啊，活3年多，较紧3个月就无看人啊，9年，因为耶稣的保护。可咱拢会变好起来呢，无今仔要徛伫遮讲道，对毋对？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鼓励你，毋是我的上帝甲你的上帝无共的，毋是我的耶稣甲你的耶稣无共，但是咱信心无共啊。圣经讲，因着信心出于信心的祷告，神要救那个病人。要让他好起来啊！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你的祈祷要真正有影响力的祈祷，要真正有果效的祷告，第一个就是靠耶稣的宝血，唔通想甲遐复杂，唔通想甲遐深，唔通信耶稣一个圣句，总啊袂记得耶稣的宝血是这样宝贵的，伊的血为你流。伊的血会赦免你拢种的罪，伊的血伫十字架顶所受的逼迫，要互你得到医治，要你得到讨报，要互你变愈来愈好。阿门。所以咱就爱靠着耶稣的保护来祈祷，靠着耶稣的保护来到上帝面前，靠着耶稣的保护勇敢去做你要做的代志，拢毋免惊，就近上帝，就近人。因着耶稣的保护，你就坦然无惧，勇敢向前行。因着信向前行，是因着耶稣的宝血。阿门。我后一场要讲，靠上帝的话，祈祷来勇敢向前。所以兄弟姊妹，要祈祷的人，10点半这场结束了后，去教育馆1楼，咱两位同工牧师传道伫遐等恁，替恁祈祷。祈祷了，你嘛当个走来遮参加第2场，唔通走长年呢，拢会使。上帝施恩帮助，互咱每一个人拢因着耶稣的保护，都有信心。今年是开春了后，就是因信向前行。3甲来祈祷，慈悲听人的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你的听。你为了阮，定死伫十字架。这是阮常常知挂伫阮的嘴的，但是伫阮的信心有时啊煞袂记得你。为啥伫阮的信心的内面煞袂记得你的保护是这样宝贵、这样有功效的？主啊，因着你的保护来帮助阮，重新建立阮的信心。无看阮的行为，无看阮伫律法中，阮有偌多的过错。因为上帝，你囝耶稣基督的保护，已经为了阮流。你的保护洗清去阮所有一切的污秽，你的保护遮看阮所有的罪。相信，因着耶稣的保护，我嘛要恳求你，你的灵，你的气力，大大束缚。因着耶稣宝血的涂抹，
圣灵能力的恩膏高抹，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临到伫我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使我阮伫这个开春了后，阮是因信向前行。今年阮要体会着阮的祈祷大有功效，阮的祈祷大有祝福，阮的祈祷大有影响咱，阮一定会愈来愈好的。主，阮感谢你，垂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伫开春的时，通过达牧师，甲咱做真明确、真浅显的即个勉励，才是真大的造就吼。我希望咱兄弟姊妹大家人会当搁一遍安尼对即个大纲内底搁思考一下，什么部分是咱安尼疏忽去的、欠缺的。咱小等的有第二场吼，咱若时间有方便，拢欢迎搁继续留落来吼。咱等下休困也会当来参加咱报名，因为人数有限咯吼。到即个教育中心吼，教育馆遐来登记。只是咱要吟一首回应诗，而且来三甲回应主的听，也要来做代祷。咱三甲吟即个十字架顶耶稣受钉死，咱坐咧吟就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吟第一节，副歌吟2遍安尼吼。来，十字架顶耶稣受钉死，流出宝血水我最清气，伊有个我受罪功劳者，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伊有个我这上帝正平，应更伊的副歌搁一遍来，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伊有个我这上帝正平，应更伊的名。哈利路亚！感谢主，下面咱一个讲道的时间，兄弟姊妹，我爱咱兄弟姊妹大家人，过来简单来思考、来归纳拄则达牧师所予咱的教导。第一，咱有牵条伫咱正做上帝儿女的权柄无？咱有正做为人代祷，得到这个祭司的权柄。咱有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咱得到这款的权柄，也拄起一切罪，因信来称义。这是主耶稣用保护所替咱换来。咱有勇敢壮胆，拄起惊吓，咱转来到主的施恩的宝座前。若是你感觉有倒就互欠缺，你甲主讲，主啊，拄起我一切的惊吓、看路甲无明白，互我会当享受到主耶稣基督施恩宝座所有一切的恩典。咱伫主面前甲主祈祷，求主将这款的信赏赐互咱。第二，拄则达牧师也特别甲咱提醒，咱义人的祈祷是有功效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保护，互咱称义。所以咱为着教会中这白疼的兄弟祈祷，互因经历到主耶稣基督保护的洗清、属灵的医治，互咱的兄弟姊妹，特别有拄着癌症的兄弟，上帝亲自拄起这所有一切歹的细胞，互因拢得到医治。第三，咱为着咱的教会也同时开始门徒训练、门徒的课程。求主带领大家欢喜较无来接受造就，咱这个事项，也是你家己有感动的要祈祷，咱做伙开声为着这个事，咱做伙祈祷。
主被主的上帝，感谢你稳当甲听堂圣神做工是阮中间，感谢你无限的稳定甲听堂保守。主啊，阮是你所创造，也是你所拣选，阮是你的百姓，所以阮要爱靠伫主你的面前。主啊，互阮接受着、领受着主耶稣基督保护所互阮即个属灵的官兵，是阮对主领受着即特别的看命甲祝福。阮得到儿女的官兵，有出着祭司的官兵。阮甲主一亲密的关系，因为保护拄起阮的罪，拄起上帝对阮的控告甲愤怒，也互阮对主领受到这款的信心，拄起阮的惊吓，领受主的听来医治阮，来赐平安互阮。我为着病痛中的兄弟祈祷，特别有癌细胞在接受治疗的兄弟，上帝啊，给你拄起因的惊吓，来到主的宝座前，领受保护医治。主啊，阮求你保守阮教会所推动的文道训练事工、文道学校、查经班，以及种种的造就。上帝，你互阮欢喜，感谢接受文道的训练，加做你的采用，感谢你。主撇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还早起这个美好的时刻。你尽忠的罗伯丹牧师伫阮中间，用明确、清楚主耶稣基督保护，互阮有甲主三同行、祈祷即款的规律甲权柄。拜上帝啊，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知搁去行，阮知搁爱有信，帮助阮的教会成做一个祈祷的教会，成做一个勇敢壮胆、为主做见证的教会。感谢主，愿你也继续带领阮后一长的礼拜，有缘会当通过大牧师，互阮搁较周全的造就。感谢你无限，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着咱来请师会带咱做奉言甲报告，多谢。下面咱做伙来奉献。咱做伙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你所想事，得到我主。阿门。请坐。咱来背一个月一遍的金句，咱做伙来读。因为万米拢对你来，阮用你的米献予你。历代志上29章14节。下面我来报告。
下主日敬拜服侍同工啊聚会，咱请李永泰结束。第三页，咱顶周的聚会甲牧区小组出席啊，咱家己看。咱先开第四页，集体交通。第一点，本会伫今仔日举行祈祷培灵会，咱邀请陈坤心牧师甲2位同工来主领3场的聚会。第二点，本会伫用伫下主日2月12举行新春圣礼典，咱邀请兄弟准备心啊来踊跃出席啊，得到属灵的祝福甲开力。第三点，小会有公告，本会定伫2月19召开定期会员好会。啊，咱伫周报顶面有名单，咱请兄弟来过目，来校对，吼。第四点，大岛团的消息，咱欢迎报名2月27到4月7，耶稣受难前40天连锁禁食的祈祷。啊，咱伫公布若有报名，吼，会当伫遐来填写。啊，咱伫今仔日第一堂等下10点半，甲第二堂的12点半，拢伫教育中心1楼来报名的，要来受服侍的兄弟吼。第5点，本学期奖学金也开始申请到3月5来截止。第6点，咱等下要来举行这个月的庆生会。啊，第7点，婚礼信息，咱本会谢信兄弟啊，就是陈佑甲赵文的公主，啊，甲庄雨璇姐妹啊，就是义静甲苏玲的查某囝，定伫2月25下晡2点咧，谈咱本会来举行婚礼，咱来恭喜因，咱到时请兄弟会来踊跃观礼甲祝福。第8点，凤山西门教会建堂的义卖，啊，咱等下牧师会补充报告。第9点，其他的消息咱家己看。文道培育事工甲研修会的消息，咱有明细吼，咱会当家己来看来报名。第6点，集体交通，啊，咱有第2点到第6点吼，咱会当来详细来看。啊，牧区团契的消息甲关怀大岛，咱请兄弟啊，家己来斟酌来，咱下面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啊，我先来欢迎咱的新朋友哈。啊，今日真特别，啊，咱有对中会哈，中会的妇女部吼，有咱的部长啊，甲2位部员吼。来特别参加咱的礼拜，啊来甲咱关心吼。谢惠基部长、陈碧芬区长，啊个林文玲部委，咱请伊徛起来，互咱欢迎，拍拍欢迎，嗨，欢迎因吼。啊，咱顶落送一个阮的纪念品，互恁吼。啊来请坐，啊请坐，啊咱等下啊礼拜煞吼，礼拜煞咱有同工啊招因啊到即个啊心灵专家做一个交陪啦吼，做一个交陪。啊特别因今仔日来吼。我想有2项重要的目的，第一就是讲，咱教会吼，因为已经转型做小组吼，啊小组就无妇女团契，啊无妇女团契，但是有妇女啊，啊所以咧，咱就等于无一个对口单位就对啦吼。啊，咱教会想讲啊，咱无即个组织，啊，毋过咱嘛是继续关心妇女部的事工啦吼。啊，咱进前咧，咱满足长老吼。啊，拢有咧甲因试接，啊，特别咱即阵因为虽然无妇女团契，毋过咱的关怀者吼，啊伊嘛足积极咧参与，啊担任咱的妇女部，咱有一个合唱团吼，定来做服侍吼，啊伊咧做团长安尼，啊所以咱有一个连结就对啦吼。啊，我想咱啊教会无即个组织，但是咱会上鼓励咱参加妇女部的活动，
啊，若是你姊妹拢会使去就对啦，无甲你限啦吼。啊，特别呢，我知影讲今年吼，咱逐年的3月拢有一个叫做妇女公道日，吼，妇女主日、公道日就对啦吼。啊，这公道日的今年足特别哦，今年吼特别全世界几百几国吼，今年特别要为着台湾来祈祷，吼。啊，咱过来会公布消息，吼。我嘛讲咱兄弟，特别咱这姊妹吼，你若讲地点所在，啊你公布了，你若时间会好势，啊你就会当甲报名，吼，啊咱教会咱替恁报名来参加，啊做伙为着台湾，啊咱的安全，咱的国家来祈祷哦。啊，搁一边欢迎吼部长来甲咱关心就对啦吼。啊，当然咱若教会有咱中华妇女聚会，啊咱公布互咱知影。咱个别拢会去参加安尼吼。啊，我来做一两项的补充啦吼。大省是关系到咱拄则陈牧师甲咱分享，咱第2堂吼，第2堂阁有无共款的主题。啊，你若注意甲看即个主题，就知影讲主耶稣、上帝、圣神。啊，3讲你也全听着吼，毋才会完整吼。啊，无咱有一角后摆着阁补课啊。啊，所以呢，咱陈牧师吼，你看上帝互伊安尼，阁愈健康3场吼。牧师若徛3场，骹有哪会软咧吼？啊，伊安尼足勇，啊，上帝互伊有健康，继续造就咱。咱拍拍甲欢迎，感谢一下，多谢。我足欣赏咱陈牧师吼，伊从少年我捌伊到即阵吼，身材拢无变。啊，这是上帝恩典啦吼。啊，体格拢足好安尼吼。好，啊我。简单补充几项，头一项就是讲，咱后礼拜圣餐吼，啊，咱请大家毋通安尼放弃即个机会。拄则讲耶稣基督宝血，啊，你圣餐就是印证我领受主的宝血啊，吼，啊，圣餐补体啊，啊，所以爱来吼来参加，2场拢有啊吼。啊，特别咱要请咱的新牧师啦，咱的詹牧师来主持，吼，啊，所以大家踊跃来参加。第3就是讲，咱19号的即个定期和会吼。拄则咱的营监长已经报告过，毋过有一两项我补充，头一项就是讲，你若确实迄天袂当来，真正有大合要出外，你来做一个请假的动作。因为咱教会会友吼，名单愈来愈侪啊。啊，咱的即个总会规定哦，你若无一半来出声吼，袂开节的，吼，较大声嘛无效。啊，所以吼，若有请假，咱名单会当暂时甲伊放伫不可抗力，吼啊，互咱的人数甲无遐济，安尼要切一半才会准就对啦吼。啊，即点请兄弟呢，你安排好，吼，咱讲1场礼拜啦，听，踊跃来参加，袂当啊，就用赖嘛好，也是用敲电话甲咱的干事讲，啊，我都即工袂当来请假安尼。啊，名单若有讲，啊，哪会无放伫内底？你甲咱的干事反映，伊就去找讲，名单实在无伫内底哦，吼。啊，佫一项就是讲，咱的手册吼。即马拢印几本足够的100-200页吼，啊为着要节省即个环保啊个纸啦吼。假使你若讲一家啊有3-4个拢是咱的会员啦，啊你毋免遐侪本啦吼，你会当申请讲我要 PDF 档、电子档，啊咱教会就无印你的份哦。啊你讲来当先照看袂要紧，但是无分互你，啊到时你用电脑、手机来看就会使。啊，这嘛是一个。帮助教会吼节省纸量的即个作用啦吼。好，啊，咱有2项的迄个义卖啦吼。啊，我有看咱这影片，迄个图片一个，你就知影吼。是安怎讲呢？咱教会进前有一个新学生，正是做牧师啊，林喜悦林喜悦牧师，伊的爸爸叫做林志远牧师啦。啊，伊吼正伫凤山即个西门教会咧牧会，啊，开始要推动迄个建堂啦吼，啊因附近吼，伫迄大寮迄个区域啊吼，哦出产台湾上出名的毛豆，你听有无？咱若去日本餐厅吼，拢摕几粒仔互你食看觅，食啊足好，营养足好吼。啊所以因就讲啊要来做毛豆的迄个，即个无伫来有图片档无？是图片档的内底有一个毛豆的照片。啊，伊的毛豆就是讲，咱大家拢知影，伊退冰了就会食一啦，吼，退冰了就会食一啦，吼。啊，所以咱若确实等下食饭，吼，第1场礼拜食饭吼，咱有倒一盘吼，你若试食几粒仔看觅咧，
啊，当然意思是讲，你若会当来义卖吼，来义卖啦。啊，伊有规克啊吼，规克。我本来有用刀片，可能摕唔到档案的款。迄个刀片就是讲一包吼，一包安尼差不多400公克，啊，拢冷冻的哦吼。啊，8包一个小一个细克啊，吼一个细克啊。我有一个图片档的迄个档案才有哦吼，到底图片档无吼，袂要紧。无你第2礼拜嘛有打吼，看卖咧吼。即个袂要紧，咱拢知影毛豆是啥个啦吼。总是讲即个周报有写吼，写讲8包1包100块，800块。嘛有大箱的20包2000块，就是一包差不多100块。当然咱话人无讲对啊，足爱食。你若讲会当，你两个家庭吼，3个家庭大家做伙买一克啊，安尼来甲赞助，互因要做即个建堂有一个募款。伊大概咱教会有接纳伊6月吼，6月底来咱遮吼来做报告啦，嘛会使讲无咱迄阵叫伊加炸几箱啊来，咱现场甲买嘛会使吼。伫遮看到啊吼，迄毛豆吼毛豆。即个毛豆吼，伊是咸味的毛豆吼，真素质真好食吼。8包吼，你若一个家庭1包吼，一2包会使吼。这请详细看伫遮，我拄会看到讲这是啥个，一个姜啦，嘛是个义卖哦吼。咱教会有赠送即个二手的物资，互咱的原住民伫老拢遐吼，有一间叫做建山教会。因拜四吼开4只车来载转去啊，载来伊佫摕一个盘手咧，2箱的姜啦，2箱的老姜吼。伊来甲谢牧师讲，牧师啊，这互恁食。讲谢牧师讲，这要食几担啊？要互大家自由体呢，足麻烦。归去啊，咱吼请迄天请小元姊妹干事的查某囝带你称哦，称一包吼。讲安尼归去啊，这来。义卖嘛吼，一包100块，你若要煮姜母鸭，就加买几包啊吼。若要做姜吼，1包就有够啊吼。不过谢牧师足巧，伊随去煮姜母茶啦吼。所以是讲，咱1包放伫楼骹，无多啦，2箱尔嘛吼。若假使你有意向，加100块落来，摕1包，200块2包安尼。咱遮的钱吼，安尼要甲好好使用，咱要来做奖学金的路用，吼，咱的主题吼。有这奖学金的路用安尼吼，用这个甲咱做报告吼，咱做报告。会记哩咯吼，等下礼拜煞，若有要受服侍祈祷的，管伊定期，无照排吼，伊一个祈祷啊，照排你会排足慢咯吼。第2堂你若时间会好势，欢迎吼，咱佫留落来10:50就佫开始啊吼。来，咱就做结束。咱等下请陈牧师来甲咱做祝祷吼。咱做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诚实，阿拉三位一体上帝，春名流传直到万世。请陈牧师来甲咱祝祷。主愿做伙徛伫你的面前，接受你的差遣，互阮出去，带着你所赏赐阮的官兵甲能力，为你做水的见证，来归荣耀互你，抢救搁较侪灵魂，带人来挖掘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避讳。咱等下也要来举行这个月的庆生会。
愿妖花使咱平安。咱要即时来做庆生会才结束哦，吼！啊，咱2月份来咱新正即个月再过过即个月来，请寿星徛起来敢好？徛起来，阮要甲恁祝福哦，吼！寿星2月份的寿星，请站起来吼！咱包括人客，也包括咱的兄弟，咱的唱生日快乐歌台语甲英语一遍。啊，咱要请哲杰李哲杰咱的兄弟来做分下节，来，咱来做吟。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处处好可你。祝你生日，英文的，嘿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哲杰来分大节哦，来翕一个相。好，拍拍，来。咱来为着这个寿星来做祝福，再来结束。主管的上帝，感谢你。2月份要伫春天到的时，阮才会做兄弟2月份的寿星，阮奉你的名来祝福因，互因确认因是主你宝贵的儿女，享受到属天的权柄。感谢你，互因照着主你的旨意，伫因的生活、工作、家庭，行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使因平安甲健康，也为主做见证。也伫教会有美好信仰的追求，也甲阮有美好的服侍。无论大人小囝，求你保守大家平安健康，享受到伫寿星、伫家庭亲人的祝福的下面，享受到快乐的生日。感谢你，愿你也赐福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大家有上帝你的看顾。过来一礼拜，你亲自引导阮的脚步。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兄弟姊妹，咱第一场到遮吼，咱伫迄个餐厅遐有迄个毛豆吼，试食看卖咧，食看有好食无吼？咱当来登记哦吼。好，大家平安，大家平安。